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4月份的第4主日，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也要开始讲道的大声，做伙来祈祷。你要听阮的主案，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带领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固守中间，拢通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，也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，牧师要通过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第50到12节的经文，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当咱伫今年的4月初1，也就是过月节了后，整个的教会的节期，咱要有将近7礼拜的时间，也就是所谓的5旬，来迎接圣神的降临。圣神的降临对着初代教会来讲真要紧，因为圣神的降临来建立教会，嘛好做使徒会当去到伫普天下来为主做见证。伫整个的使徒行传的内容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使徒的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伫初代教会，特别伫使徒行传内底，咱看见着有两位真要紧的使徒，一位是彼得，一位是保罗。因伫甲圣神同工的中间，毋惊迫害，甚至更较勇敢来去宣扬福音。伫今仔日，拄则艾伦执事所带咱读的圣经节内底，彼得伊的性命因为圣神的充满来得到转变。彼得伫耶稣受难的时阵，走甲无看人，但是伫耶稣过活了后，伫圣神的充满中间，今仔日的彼得已经无共款，因为伊有信心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进行服侍。我要邀请咱再一次拍开咱今仔日的圣经，咱做伙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互相来分享，嘛互相来了解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咱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4章第50到12节。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，我要邀请咱做伙往头前一点仔来看。咱来看伫第4章的第1节到伫第4节这段经文内底。伫第4章第1节到第4节，咱要讲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就爱先来了解伫整个新约犹太人的党派内底。犹太人的党派内底有两个真要紧的团体，一个叫做法利赛人，另外一个叫做撒都该人。伫今仔日的第4章第1节，咱看见着彼得甲约翰伫公会受查问，伫这中间有侪的祭司甲撒都该人，伫这中间来对彼得、约翰来进行审判。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，咱需要来对这两个党派来做一个熟悉。特别咱做伙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3章第7节到第8节。《使徒行传》23章第7节到第8节，如果咱手头若有圣经，牧师鼓励你甲圣经拍开。当然，若你有手机啊，就甲你的手机啊拍开到伫有圣经节的这个网页。伫整个的《使徒行传》23章第7节到第8节的记载内底，咱通看见着当时保罗伊受掠去到伫议会，伫遐被审判，伫遐伊爱做申诉的时阵，当时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伫遐有真大的争执。总是伫第7节到第8节，保罗伊真有智慧，伊真清楚知影一项事。这两派人的立场是无共款，为什么呢？伫第7节的经文，咱通看见着讲。法利赛人甲撒都该党的人相争，众人就分平，因为第8节讲，撒都该党的人因的立场无过我，
无天使，也无神。总是伫法利赛人就认这两项拢有效。所谓的这两项就是法利赛人因相信歌乐，嘛相信天使甲有神这个物件。所以等下到伫今仔日，咱的经文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的第20节内底，将彼得甲约翰掠起来的人是撒都该党，遮的宗教领袖。遮个人因的立场，简单讲，就亲像拄则咱伫23章第70到第80看见，因唔信歌乐。但是彼得伫圣神充满的中间，伊来为主做见证。伊伫五旬节圣神临到的时阵，伊伫众人的面头前来讲起着耶稣死过活的这个信息。所以宗教领袖撒都该人，因听了真袂顺耳，因就来甲彼得、来甲约翰掠起来，然后进行到伫公会来伫遐做审判。咱倒来到伫今仔日的第4章第50到12节的经文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特别伫第8节，彼得伫这点已经互圣神充满。伫圣神充满的彼得，伊用着信心来为主做见证，这是做一个使徒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职责。为主做见证是使徒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职责。透过安尼，咱看见着讲，撒都该人甲遮个宗教领袖，因非常的着惊，因掠彼得甲约翰的目的，就是因为遮个使徒因来去宣讲耶稣的歌话，因认为讲遮个人是咧来侵害和掌权对着遮宗教领袖因的地位，所以甲因掠起来的目的，就是要爱互因去讲耶稣死过活的这个见证。总是当彼得和约翰受掠的时阵，遮个宗教领袖撒都该人，因来问彼得一个问题，讲：恁用什么权能，用着什么名来行遮个代志？咱会当去看起着讲，遮个宗教领袖非常的着惊，因为因知影讲彼得甲约翰是大有权力。伫今仔这个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彼得伊是被圣神这粒被充满，所以伊徛伫遮个宗教领袖有权势的人的面头前，伊安尼来讲出伊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发出医治的能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其实伫第4章的头前，也就是伫第3章的所在，伫第3章的所在，咱看见着彼得伫水门这个所在，伊来医好一个变水的人。这个变水的人被医好了后，当时这个宗教领袖彼得拢在场，但是这个宗教领袖感觉讲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彼得通有这个能力？所以掠来第一个问题讲，你是靠什么能力？你是奉什么人的名来去行这个代志？总是伫这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彼得伊不但来讲起伊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更较要紧的，伊嘛来指出，这个耶稣是上帝予伊死过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彼得咧讲这个见证的时阵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的名，伫马太福音书第1章21节，咱会当去知影讲，当时耶稣的出世，天使甲玛利亚讲，你爱甲号名叫耶稣，因为耶稣这个名是拯救脱离罪恶的一个意思。总是伫今仔日，透过医治的权能，嘛会当去证明讲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真要紧的一个意义，就是上帝来赦免，上帝互人伫罪恶中得到讨放，上帝来赦免人，透过安尼来互人无被罪恶捆绑，会当互人有新的开始。总是伫定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歌话中间，咱会当看见到这个上帝通过耶稣
来彰显伊的公义甲仁爱。且会记住，搁我耶稣将圣神带来到伫咱的中间，使徒嘛伫甲圣神同工的下面来了解耶稣。当彼得来讲起着这见证的时阵，其实伊的重点放伫11节到12节，因为彼得伫即中间来讲起着讲这个耶稣是恁师傅所毋知的石，已经成做触角的头。如果咱若对照彼得前书2章这个经文内底，原来这是咧指这个撒都该人甲这个宗教领袖，因为恁对耶稣的毋信，所以恁无才调去经历着上帝所透过耶稣的能力。但是更较要紧的是，如果你若信，恁就会当去经历着天顶第一唯一的拯救，也就是透过耶稣，咱会当去经验着上帝的救赎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若有机会，牧师要来带咱大家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到28章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到28章，伫整个咱咧读新约导论的时阵，会发觉一个真趣味的问题。伫整个的《使徒行传》，敢若两个人上，咱讲被常常提起。对第1章到14章，拢是彼得。对15章到28章是保罗。咱若有机会转去甲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到28章落去看的时阵，你会发觉讲，彼得所做的每一项事，甲保罗所做每一项事拢同款。保罗所经验到的圣神，甲彼得所经验到的圣神嘛拢同款。这两个师兄弟会当讲，伫因的传道的生涯内底，因所做的每一项事，拢是借着圣神和因的信心，来将上帝的能力发挥出来。所以伫彼得，咱若咧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到14章，拢常常看见着彼得讲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，互你安怎都安怎。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到伫保罗的时代，也就是到伫罗马人书的时阵，保罗用4字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叫做因信称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这个经文内底，伫古早牧师咧读这段经文，拢感觉讲，这是咧讲一个圣神互人一个真要紧的勇气。但是重新在读这段经文，在对照伫现主时咱的台湾的处境来看的时阵，会感觉讲，圣神的充满，毋是干那互咱有勇气，更较要紧的是，互咱有信心来去面对着整个时代的挑战。各位兄弟，经文的记载对第5节到第12节的经文，咱表面上来看是这个宗教领袖对着权力的关心。因真自私，所以伫四福音书的内底，咱看见着讲，这个宗教领袖伤空伤芳，要来陷害耶稣。到呾为止，伫使徒行传，这个宗教领袖毋放耶稣准主线，嘛甚至开始迫害这个使徒。目的干那一项，就是无爱互因的权力，无爱互因的身份地位来受到威胁。但是，这表面上这个政治、这个行动，对照伫整个信仰的行为来看的时阵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被圣神充满的彼得，其实就是来指责当时这个宗教领袖，恁就是毋信、离开上帝，所以恁无才调经验着伫水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会当进行医治这款的能力。各位兄弟，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彼得甲这个宗教领袖的价值观是无共款。这个宗教领袖因干那顾家己，因无照顾百姓。咱咧读书徒，都爱对照路加。伫路加福音书3章10节、12节、
14节，当加撒勒约翰伫遐传福音的时阵，侪百姓来问加撒勒约翰：我着应该爱安怎做？当时社会内底看见着真侪遮的送养的人，看见着真侪有需要的人，拢被放杀，然后成做社会的一个角落。侪咱咧读册遮的解说内底，拢讲《路加福音书》是一本写互社会边缘人的一本册。但是实际上，《路加福音书》是路加写互当时有权力的人，来甲因指责。今仔日恁诚做一个宗教领袖，恁有权有势，既然恁干那顾家己，无照顾百姓。伫《路加福音书》内底，耶稣反对的是无照顾、无公义、无怜悯遮个社会的现象。但是耶稣的出现，煞颠倒互遮个宗教领袖拒绝，因为耶稣的存在诚做因的惊吓。所以咱看见着四福音书内底，无论倒一个版本，当耶稣教导赶鬼甲这个治病，每一项事完成的时阵，遮个宗教领袖拢真感觉 surprise， 真惊，真着惊。但是实际上，因的心情是真受气，因为因感觉讲耶稣大有名声，得到民众的支持。这款的情形对着独裁的掌管者是无容允来发生。所以对遮咱会当去想，宗教领袖每一天干那想讲，我要怎样害耶稣，我要怎样让耶稣消失。还有啥物时间会当去关心整个伫社会有需要的人？所以，求当来到伫整个咱伫信仰上深刻的反省内底，咱看遮个宗教领袖，其实因的心中就是骄傲，因认为讲我有权有势，我今仔日若甲我顾好调，我管他恁发生啥物款的代志。但是咱唔通袂记住。这宗教领袖根本的问题是骄傲，骄傲是整个罪的源头。伫帖刻的解说内底，唔信这两字，其实就是人离开上帝的意志。不信、不相信，就是离开上帝的意志。什么是上帝的意志？公义、圣洁、仁爱。人唔信上帝，就无才调将上帝的公义、仁爱、圣洁来甲伊表现伫日常生活中间。宗教领袖的行为就是安尼。换一句话讲，因对上帝唔信，因太有才调去经验着上帝的救赎。我伫2005年做兵来退伍，退伍了后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来休困。通转去到伫新学院读册，所以伫迄当阵，我去金石堂打工。这本册是我做工读生赚的钱买的第一本册。这本册叫做《我爱身份地位》。这本册的作者是英国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，叫做艾伦·狄波顿。这本册伊中文的翻译叫做“我爱身份地位”，但是英文的名足趣味，英文的名叫做这个我形容煞袂晓读 ，Studies Anxiety，Study Anxiety， 地位的焦虑。这本册内底，伫2005年，这本册是2005年出版。伫迄当阵就开始咧讲起着讲，人伫身份地位的顶面发生 anxiety 这款焦虑的现象。伊来指出讲，伫整个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侪时阵拢会因为身份地位受到威胁，来产生 anxiety 这款焦虑、郁卒
也是惊吓这款的心情。但是 start anxiety 这个名词伫这本册的解说内底，就是讲人烦恼，烦恼什么呢？烦恼讲无才调达到社会定义迄款成功的标准，会惊讲啊，失去尊严，甲别人对伊的尊重，感觉见笑被忽略，无才调甲人有连接。这款的焦虑的现象，就是烦恼家己。咱若用现在少年人咧讲的，惊家己的存在不见了，所以他要去刷存在感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名词来对照伫今仔这使徒行传撒都该人甲宗教领袖，因伫水门的现场看见着彼得有这个权力来医治一个变衰的人的时阵。大家人拢甲支持，大家人拢甲赞声，徛伫一个宗教领袖的立场，伊才会当容忍即个彼得甲约翰来取代百姓对因的尊重。所以因会惊讲失去别人对因的尊重，所以感觉见笑，感觉别人会安尼甲因拒绝。这个是宗教领袖伫整个对耶稣甲对使徒一个真大的一款的摆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宗教领袖因为地位的烦恼，其实因要确保家己的权力。进一步来讲，因唔信至到无才调明白上帝伟大的作为。今仔日彼得遮的见证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伊的目的是要来提醒宗教领袖爱悔改来信耶稣，因为过去恁所弃杀触角头的鸟，现在已经成做触角的头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神学家卡尔巴斯，伊来伫使徒圣经这款的信仰个别的解说内底，伊讲为什么咱爱讲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神？因为这个信是表示讲，咱毋是一个孤单的人，因为上帝甲咱连接，上帝正做救主来拯救咱。各位兄弟，通过伫今仔这个经文，互咱有真要紧的思考。耶稣因为有圣神的同工，伊有权柄。彼得甲圣神的同工共款来将上帝的意志表现出来。真侪人因为安尼来得到救，但是若当教会有权力、有权柄的时阵，要怎样来见证有圣神的充满？那如果教会有能力、教会有权柄的时阵，咱要怎样去见证有圣神的充满？3月25的暗时，咱礼拜刷了后，伫下暗我就接到高雄中会有人翕相片给我看。高雄中会因的区域真大，到伫古早的高雄县海埔这个所在。咱对南部的城市有认捌，海埔这个所在，因的教会甲咱的教会嘛差不多，拢是100年以上的教会。因甲旧礼拜堂来放伫一个所在，然后去起一间新的礼拜堂，所以大家差不多拢伫新的礼拜堂伫遐咧出入。旧的礼拜堂就差不多放伫另外一个所在，差不多将近有超过10年的时间无伫遐咧使用。但是伫3月25即天发生一项事，伫海埔即个区有一间宫庙神明出巡。神明出巡的时阵，神明就降价讲，这个所在无清气，所以要入去处理一下。所以咱就看见着图片，整个光桥遮的队伍就冲入去到伫旧的礼拜堂，伫遐弄，伫遐放炮，
伫遐来伫迄中间，伫整个遮个礼拜堂个内底，来意思讲要甲遮垃圾的所在来甲伊处理一下。新闻一报出来了后，记者阮就听起着3个版本。有个人讲有啥物高精，有啥物牛精，然后讲因为即个旧底的礼拜堂拢是咧举办个别礼拜，所以遮个灵魂拢无四散，所以神明也因为安尼要入来礼拜堂掠鬼。我看起着即个新闻，我足着惊，因为咱的礼拜堂已经80几年啊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礼拜堂毋是拢充满遮个物件吗？伫即中间，高雄中会甲整个高雄市的民政局，就开始来甲即个宫庙的委员会来了解，甚至伫即中间来协调。大家人拢咧看讲，教会要安怎处理即款的代志。有人嘛认为讲，咱若叫伊来陪教会，会当加一份收入，毋知偌好。反正具体礼拜堂也无伫遐聚会，影响也无大。有人讲去爱甲公庙告啊，但是感谢主，咱的高雄中会遮的牧师、遮的长老，大家人真有智慧，嘛真有见证。伫差不多3礼拜后，因来举办一个叫做和解的礼拜，邀请公庙遮委员会遮所有的厝边头尾来到伫教会做礼拜。伫即中间来用见证、用和解来互教会甲社区重新有和解的机会。更较要紧的是，公庙来赔偿遮的费用，教会全部来奉献出来，互公山遮咱讲生长的基金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对着咱一般人来讲，包括对着海埔遮公庙的人来讲，因可能拢共款向遮的宗教领袖有共款的疑问：恁是靠啥物能力，奉啥物人的名做遮的事？但是咱毋通袂记住，教会就是透过圣神来互社区甲社会来认捌耶稣，并且伫圣神充满的下面，用听来发挥能力甲权柄，去饶赦压迫咱的人。各位兄弟，今年咱教会设到146年。我想今仔日李教授甲周教授拢在现场，嘛来甲大家做一个请教。咱教会第一个信徒叫做啥物人？颜清华，颜清华。我想有一个故事，李教授甲周教授拢在现场，拢知。马偕牧师带着颜清华阿华去到伫家人的时阵。咱教会第一位信徒伫家人伫遐，互人侮辱，互人糟蹋，互人甲取笑，讲你太会走去信即款的宗教，你太会去背教去落教。但是阿华伫即中间，伊来讲，伊讲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信奉真神上主。我袂当去拜遮咱讲鼠辈所能去破坏的偶像。我的心内无惊吓，因为我爱耶稣，伊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所以圣诗532首，马偕牧师就带着阿华来唱。我真救主，无惊见笑。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各位兄弟，淡水教会第一个信徒，伫众人的面头前讲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。
伫146年的淡水教会面对着时代的挑战的时阵，咱敢有才调亲像彼得，有才调亲像阿华共款？我认救主无惊见笑。今仔日咱要互圣神充满，今仔膀胱无力，心脏无力，目睭无，规身躯关节酸痛，互你圣神充满了，手会举悬。毋是即款的圣神，咱要追求的圣神是，互咱的生命会丰富起来，会当因为圣神的充满，有信心来为主做见证。虽然伫台湾目前民主的社会，咱无法度去经验到被宗教压迫即款的生活，咱嘛无法度去理解讲顺道即款的意义是啥款。但是毋通要去执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学校，伫咱的职场的顶面，咱拢永远受到信仰的挑战。无论彼得，无论是阿华，拢互咱看见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代志，是用疼心讲实话，毋是顺服的人，是顺服的上帝。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我想真要紧要来甲咱大家做伙鼓励。等下咱要认大家真熟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咱要怎样互人知影讲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？就是将咱对圣神领受到的感动，来将上帝意志表现出来。互咱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信心来表现出疼的能力甲权柄，互人因为安尼来经历到上帝的救赎。万事来帮助咱。咱伫5月20要来迎接圣神的降临节，也恳求上帝帮助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圣神充满的中间，会当亲像彼得同款为主做见证。三甲来祈祷。天父天愿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引带，也感谢主你的带领，互阮通过彼得，嘛互阮想起着颜清华兄弟。因伫过去，伫信仰的中间，伫圣神的充满内底，来勇敢为主做见证。但愿恳求上帝帮助，也互阮通过圣神来认捌过我的耶稣。因为主你是阮至好的朋友，阮嘛要将即款的福气甲信息来宣讲出去，互更较侪人因为阮的见证来认捌耶稣，来得到救赎。愿上帝你引带甲赐福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